主后2023年9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出伫敬畏，行出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传道书》第7章第19、18节。好名声赢过好的香油，人死的日比出世的日较好。去丧事的家比去宴乐的家较好，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，活人嘛着将即个代志藏伫心内。油文比笑较好，因为面带忧容对心有好处。智慧的人的心伫丧事的家，愚妄的人的心伫快乐的家。听智慧人的责备，比听愚妄的人的称赞较好。憨人的笑亲像鼎的烧齿仔跌倒的声，这嘛是功夫。恐吓处财会互智慧的人变做憨，贿赂会互人的心腐败。代志的结局比代志的开始较好，吞吞比骄傲较好。毋通随便受气，因为受气是愚妄。毋通讲是安怎以前比现在较好，安尼问是无智慧。日光甲家业拢是好，对活伫日光下面的人拢有利益。因为智慧为指引人，经文嘛为指引人。毋过只有智慧为保全有智慧的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有知识的好处。你着想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予伊远离，啥人会当予伊得？顺境的时着欢喜，患难的时着想，这两项拢是上帝的作为，是要互人查袂出将来会发生甚物代志。伫康复的人生，我有看到有义人做好颠倒灭亡，有歹人做歹颠倒食长岁寿。毋通过头做好，毋通过头聪明，那着毁灭家己。毋通过头做歹，嘛毋通做憨人，那着时袂到就死。你掠条这头迄头嘛毋通放弃。敬畏上帝的人会晓双头兼顾。出伫敬畏，行出善，这是一个信仰困境。人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宗教信仰，相信神？咱总掠做，咱若出伫信仰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接受伊的呼召，行出上帝命令咱的好，上帝的确会赐福保守。咱也相信上帝会为伊所开始的事工负责，伊会为呼召咱踏上的人生的路负责，搁为咱准备所需要的一切。咱想讲检采拄呾开始会有阻碍，毋过上帝会替咱除掉阻碍。落尾，上帝会因为我行出伊旨意的好所行，还是见证，来成就伊的赐福，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总是这检视信仰的时阵是无？伫集会中传讲智慧的传道者，恐惊毋是安尼认为。当伊观察人生百态了后，指出对上帝予伊远离，啥人会当予伊得的不解，点出有义人做好颠倒灭亡，有歹人做歹颠倒食长岁寿的人间现象。这个话引导咱去面对，当人为信仰行善，结果并不如圣经所应允的祝福的时，
咱安怎接受上帝互得的变做圆巧的现象？16节，传道者对期待用行善为家己带来祝福的人讲：莫自作聪明，甲行善甲得福画上等号，掠做行善济，就会得到福气也济。人的命运结局其实同款，拢着面对死亡，所以莫想要用行善换取荣华富贵，也是用好所行作为换取延寿的手段。17节，传道者劝诫，毋通因为无对等的结果，就毋愿行善，甚至掠做通做小可歹，只要莫伤歹，莫狂妄，伤超过就好。17节的过头做歹，嘛毋通做戆人，并毋是指一丝丝仔歹是通容许的，是等同一句警戒的言语：倒行不义必自毙。对传道者的立场来看，行善去做上帝期待咱做的好事，并毋是伫世间追求自我性命的福报，还是追找自我价值的肯定。行善是出于敬畏上帝，伫承认上帝对我的主权下面，我愿意接受人生喜乐还是患难，各用肯定的态度，用善行来回应一切的造物。特蕾莎修女伫加尔各答开始救赎善车人的善行的时，有讲：这行善的工作是伊的，毋是我的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拢是上帝的计划，也毋是。首先是伊的，其次才是我的。做事一切拢是为着伊。出于敬畏上帝的行善，伫世间人的眼中看来，并毋是每一件拢有价值。总是对一位信靠上帝的人来讲，会讲认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，拢值得去奋斗看卖。成功也无的福报，毋是回应呼召的关键。回应呼召是因为我敬畏伊。默想，当信仰的目的，毋是为着交换上帝大能的灵验祝福，是出于谦卑的敬畏的时，信仰才会成做真实的信仰，搁见证上帝是真搁活的上帝。因为信仰行善，才会真正成就恩典甲见证。当信仰的目的毋是为着要交换上帝大能的灵验祝福，是出于谦卑的敬畏的时，信仰才会成做真实的信仰，搁见证上帝是真搁活的神。因为信仰行善，才会真正成就恩典甲见证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永恒的主，我知影未来无伫我的掌握中，是伫你的手中。所以主啊，我此时此刻出于敬畏的心，认定你的美好，搁愿意伫有限的人生，用行善分享你的好，来领受未来的永生。奉耶稣的名恳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